走。少爷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刚才有人欺负你爹，我们正报仇去。什么？是。哎，少爷，你看。子清。子清，你杀红眼了！你怎么见谁杀谁呀？杀了他，这整个巫师府都是我的了！你，住眼，追住眼，追住眼！天阳姐，别哭了。香梅死的冤，我们要想办法为她报仇啊！李太公，李太公，这么晚了，谁呀？开门啊，李太公！开门！开门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庭阳，快带李总走！子清、李辽他们要害李总。香梅就是他们害死的。快带李总离开去认李！快！你醒醒，醒醒！你醒醒！谁害的你啊？快！嘘，快点！没动静，好像没来这儿，应该是去祖老家了。他受伤了，应该跑不远。追！哎，果然是他们干的。是谁？李辽和子清他们俩。朱颜没有说谎，他们害死了香梅，现在又要害李宗。天阳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童心妹妹，你我姐妹一场，如今庭阳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务必要答应我。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只要我童心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答应的。他们要害李宗，李宗随时都有性命危险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把他送走。送到哪儿？送到魏国，我哥哥家中，他在魏国的国都做督军。
也只能这样了。可是你怎么办？他们还会害你的。我没事的，我还要照顾爷爷。那快走吧。童心妹妹，快带宗儿走吧，一会儿他们两个回来就来不及了。平阳姐，你多保重啊。等一等，让我再看宗儿一眼。宗儿，爹，童心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人要害宗儿，我要连夜把宗儿送到魏国。明天再走不行吗？不行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孩子，爹和你一块儿去。没人，快出来吧。童心，娘，你们一路上千万要小心，多保重。娘，你也要多保重。孩子他娘，好好的，等我们回来。我知道，走吧。请问，同和家是住这里吗？是啊，同和酒师就住这儿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不是找同和吗？干嘛不进去？我们呢，就是先过来看一看，改天再来拜访。哎，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是干嘛的？哎呀，别理他，咱们打酒去。这香梅就是祝颜所杀，如今他又畏罪自杀了。只是不知道他临死之前跑到庭阳那儿去干什么呢？我说祝颜这个人是不会变好的，一个以前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，怎么说变好就变好了呢？我看也是，这狗啊，改不了吃屎。不过，祝颜现在已经死了，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呀。祝颜这种人，怎么会自杀呢？不可信，不可信啊！要依我看啊，他无非是怕易大佐查出事实真相，会杀了他的头，所以才畏罪自杀呀。祖老所言极是。你看，昨天他在众人面前还指天发誓，他呀，就是做贼心虚。既然杀香梅的是祝颜，而且祝颜已死，那就请李正写个呈子上报给易大夫，这件事也就算了了。好，我这就写。来，请。
没问题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可算找到了。行，走，咱们回去禀报大将军。好。庭阳啊，庭阳！怎么了，爷爷？爷爷这身体呀，越来越不行了，恐怕我没多少日子了。爷爷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没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宗儿呢？怎么一天没见他过来？香梅也没见着啊！啊！爷爷，香梅带着宗儿出去玩了。庭阳，你出来一下。堂叔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我有话要问你。爷爷，那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？鬼鬼祟祟的啊！与你无关，在这躺着吧。说，李宗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朱颜和你说什么了？什么也没说。你胡说！朱颜昨晚明明死在咱们家院子里，他死前一定和你说什么了。你要是不说，对你没好处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先杀了你儿子，然后杀了你。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禽兽！我告诉你，李宗已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你休想再找到他。哟，李正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您别对我庭阳妹妹这么凶啊！庭阳妹妹啊，一个人已经很可怜了，这梨儿也不在家。庭阳妹妹，你看，怎么能把你气成这样呢？啊，你这让你子清大哥我多伤心啊！庭阳啊，你们在外面干什么呢？来，来，朱颜昨晚可能把咱们的事都告诉他了，庭阳有可能什么都知道了。李宗在哪？可能是让庭阳给送走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有一计啊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，爷爷？
爷爷恐怕是不行了，去把宗儿叫来，让我看看。爷爷，宗儿他……大伯，您还找宗儿呢？宗儿丢了。没有。平阳，什么？没有，爷爷，宗儿他在外面玩呢。平阳，找来。事到如今，就不要再瞒着你爷爷了。不，宗儿不是昨天晚上就已经丢了吗？宗儿，赶快把事情告诉你爷爷吧。不是的，爷爷，宗儿真的跟香梅在外边玩呢。在外面玩？你把他叫进来，让你爷爷看看呢。叫来呀！爷爷，大伯，宗儿丢了，而且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李了，你，哎，伯父，你抓着我干什么？放手啊！放手！爷爷，放开爷爷！住口！宗儿不是丢了，死了。你不是说过他是你的命根子吗？你不是说谁敢伤害他，你这把老骨头就跟他拼了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你还拿什么拼呢？你下去陪他吧！爷爷，爷爷。为什么突然心烦意乱？难道家中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爷爷出了什么事？还是……李儿。哦，先生，您来了。你来这太乙山为时已久。上次我跟你说的6句话，感悟的如何？啊，先生，治心清净无欲，治国自然无为，治家和合恒一。此3点，李儿已有所感悟。只是治身归元真柔是何意呢？治身归元真柔，这意思说的是，人如果回归到婴儿时代，柔筋弱骨，方可以心神安定，长生久世啊！哦，那请问先生，治神报一还原又是何意？报一还原，人的神住于人之形，所谓
合抱为一，人行不一，那方能还本回原，心清神明啊。那么，先生，万物得一而生，该如何理解呢？这句话嘛，你再好好的参悟一下吧。是，先生。哎，先生，李儿还有一事请教。哦，你说。刚才李儿突然感到心烦意乱，难以自控，不知为何。哦，心之所乱，乃神之所惊。你看啊，这人呐，生来一世，立于天地之间，有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之苦，此乃人世间万苦之源。神若不惊，心乱何来？神若不惊，心何来乱？对呀，灵儿，你记住了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喜事也好，悲事也好，你一定要淡然处之，心定神依。你如果能不悲不喜，做到这一点，你就能应对天下万变之事了。先生，李儿记住了。好。将军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李尔和同和的家打探到没有？一清二楚。好，我们后天就去取人礼，先杀同和的全家，再杀李尔的全家，为我那西门兄弟和所有的弟兄们报仇。好啊，好。这李太公一死，这李家的财产可都归你李兄了。唉，我大伯虽然已死，可李尔还在。一旦他回来，不但李家的财产，恐怕连李正之职都一并归他了。李兄莫急呀，我自有办法啊！保证让他李尔回不来，即便是回来，他也什么都得不到。先生，李儿，你之所言一点没错。临别之时，我要送你几句话。先生请讲。天地运行，万物化生，世间之理只有一个字。哦，请问先生是何字？一字，就是一字。若失去这个一，那叫本性皆失了。天若失一，
清明世界变为污浊，万物不育，自然皆无。地若失一，山崩地裂，江河泛滥，万物不载，无以安宁。人若失一，身形相离，只剩躯壳，浑浑噩噩，生不如死啦。君王失一，万民欲生，人人相残，国国相争，天下大乱呐！万物失一，万物不生，万物不长，阴阳不通，自将灭绝了。先生，以离儿所悟，无论是治世、治身、治家，都应恪守根本。这个“一”字，就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，是道。是的，是的，离儿，你这次来太乙山，应受益匪浅。回去以后，你要继续的感悟大道之真谛，要广为向世人传播大道之学说，并且让世人明晓大道之真理。你要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可就功德明示了。先生之言，离儿谨记。好了，你可以上路回去了。笑看我那放下儿女情长，只为了文明与道德之光。天地有真情，道德光传扬。先生，离儿走了，离儿还会再来向您请教的。那就看我们的缘分了。可歌可泣，感动天地。阳妹啊，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不管怎样，李太公的丧事办得还很顺利，李太公他老人家也安心了。庭阳，你就别哭了，你就别哭了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啊，等一等，这是李尔的家吗？您是？我是李尔的朋友，李尔在鲁国生病死了，前来告知。庭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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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来，快点，兄弟们，来，后面跟上。
乡亲们，今天我子清娶媳妇儿，你们为我高兴吧？啊！李正，不好办，赶紧，快走，快走！这巫师府的子清娶的是哪家的女子呢？听说是要娶李尔的夫人婷阳。娶婷阳？那不可能，人家李尔还在外面没回来呢，怎么会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听说李尔已经死在鲁国了，真的。婷阳啊，你跟着子清，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放开我！你们出去！出去！穿上穿上吧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够了！李尔已死，你已经答应和子清成亲，还哭喊什么？胡说！谁答应跟他成亲了？天阳，这李正和族老们都已经同意咱俩的婚事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！哼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今天你必须跟我成亲。来人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听话。乡亲们都散了吧，我要回家洞房了。来，抬上车。走喽，回家洞房喽！去，别看了，别看了啊，都回去吧。什么玩意儿？别走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东西。想你娘了吧？累不累啊？还好还好。把宗儿送到魏国他舅舅家，天阳也就放心了。也不知庭阳现在怎么样了。把宗儿送走了，李辽和子清他们，不知道会不会加害庭阳。这很难说啊。这子清一直对庭阳不安什么好心，我就不明白，这李辽是庭阳的堂叔啊，他怎么能跟子清混在一块儿来加害自己的家人呢？你说？咱们快回去看看吧。他俩要是敢对庭阳姐干什么坏事，我绝对饶不了他们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孩子他爹和童心怎么还不回来？准是他们回来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干嘛这么使劲敲门啊？来了来了。敲什么敲？哎呀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这是童河家吧？是啊。童河在哪儿？他不在家。不在家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妻子。你是他妻子？童河呢？他出门了。胡说！给我搜！走！你们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杀人！童河杀了我的兄弟，今天我是来找他算账的。你们怎么这样？大将军，怎么随便杀人呢？大将军，屋里屋外都搜遍了，没见着人。快说，童河在哪儿？不说我杀了你！放手！你们这些强盗，童河他真的不在家。让你说不在。今天便宜那个童河了。大将军，李尔他们家就在那边。走，我们走。你敢打我？还反
我的了，都是我的。这都是我的啦！你们干什么？快，收起来！别！不要！那是我的，不要抢我的东西！你们这些强盗！说，李二在哪儿？啊，你是思雨？你小子倒长眼，还认识本将军？快说，李二在哪儿？李二不在家。又不在家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去鲁国了，走了很长时间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堂叔。弟兄们，给我搜！搜！你说李尔去鲁国了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知道啊。嗯，你小子敢蒙我，我砍了你！哎，将军饶命啊！将军，里边没人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李尔不在，家里其他人都去哪儿了？家里头没人了。啊？不说。